大家好，我係 Henry。今日我哋介紹嘅咧就係九龍塘又一村嘅馬丹路富豪苑底層 A 單位，實用面積1346尺，4房2套嘅。咁佢附近嘅交通配套亦都好完善，只需要行10分鐘嘅路程就可以去到九龍塘地鐵站。而附近嘅生活配套亦都好完善嘅啦，有一城商場。咁我哋依家嚟了解下個單位先。外面嘅環境相當寧靜舒適。一入到門口就係一個玄關位置啦，咁其實可以見到個客廳啦，非常之寬闊嘅。而右手邊呢個位置就係一個走廊啦。同樣地，其實都感受到呢度嘅空間感非常之強烈嘅。咁如果係擺放啲家私啊、自由度嘅話，相對會比較高少少嘅，我覺得。咁呢度最左手邊靠窗口嘅位置啦，就係一間客房啦。咁客房佢都係正正方方啦，咁就非常容易擺放床位啊，空間都容易發揮嘅。咁然後中間嘅客房啦，咁佢呢度都係配一個套廁嘅，咁同樣都係方方正正嘅設計啊。咁可以見到其實佢呢一度咧都可以做一個小型嘅衣帽間，可以做一啲收納啊。咁然後就係套廁啦。套廁就一個企缸設計，做咗一個通風嘅窗口，而且空間亦都好充足喎。再去到走廊直行啦，咁走廊直行左手邊就係廚房啦。佢做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，而且咧其實佢廚房嘅位置咧都可以見到足夠放一張4人嘅飯桌。咁有一啲焗爐啊、雪櫃啊，一啲基本嘅設施啦。咁佢呢一度都仲有一個窗口位置，咁透光度都好充足嘅。咁在左手邊就係工人房啦，工人房都配備一個洗手間嘅。咁再直行右手邊啦，咁就係一個洗手間。咁洗手間佢配備咗一個半企缸同浴缸嘅設計。咁一啲抽氣扇啊，應有嘅嘢都應有盡有噶啦。咁再去左手邊啦，就係一間套房嚟嘅。咁其實可以見到咧，佢套房個空間感非常之足夠。咁都可以放一個3邊落床啦。咁而且咧，佢個透光度好充足喎。咁再去到套廁嘅位置啦，採用一個企缸設計，而且業主都做咗一啲收納空間嘅。咁可以放一啲洗面啊、護膚品啊等等嘅嘢啦。咁其實呢個位置望過去都可以見到佢嘅空間發揮自由度好高。咁再去到走廊直行，最後一間房啦。咁佢呢間房最特別之處咧，佢就係連住一個後院嘅。咁我哋依家就入去睇下啦。咁喺後院位置啦，呢度係周遭嘅環境，而且係一個長方形設計。而我就會建議喺度種下花啊，或者放張凳仔啊。咁得閒嘅話，就可以喺度飲下茶，咁生活就非常之寫意啦。睇咗咁耐，大家對呢個單位有少少初步嘅了解嘅啦。咁其實我就好中意一個咁高發揮自由度嘅空間啦。咁而且配備咗4房嘅設計喎。咁同埋咧，佢有一個咁長方形嘅後花園啦，佢個空間發揮自由度咧都非常之充足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。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聯絡返我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